嗱，老老實實啦，最近禮拜六嚟講嘅話呢，夜晚就好似少咗啲節目睇。不過今晚呢，好在有個新節目出啦，就係《剪裁魔法師2》啊，就會由今晚呢27號起啦，逢禮拜六晚嘅8點鐘翡翠台播出嘅。有啲咩睇呢？剪裁魔法師2咁啊，將會延續翻咧上一季第一季以真人 show 嘅形式去推廣香港時裝啦，同埋設計產業嘅發展為理念嘅。咁啊，揀咗咧8位有潛力嘅香港時裝設計師，拍住咧今季8位嘅星級模特兒啊，咁啊排名不分先後啦，有莊子璇、葉正儀、梁海晴、潘正文、楊子瑤、何廣沛、許俊豪、黃奕斌，咁啊圍繞住咧唔同嘅主題，發揮佢哋嘅創意同埋才華，爭奪今季嘅冠軍啦，仲有就係港幣20萬嘅獎金。先睇睇今晚啦，27號首播呢一集有啲咩睇啦？8位嘅星級模特兒啦，仲有就係上一季嘅3甲設計師啊，包括冠軍嘅姚子瑜啦、亞軍嘅羅宇豪，仲有就係季軍嘅黃俊宏啊，就以盲選嘅形式咧，喺呢一個1日限定 pop up store 裏面啦，從11位海選啊脫穎而出嘅設計師啦，咁啊投票咧到底邊8位咧可以入圍嘅？咁啊透過一個抽籤形式啦，再決定咧到底邊一個配邊一個藝人啦。嗱，為咗配合盲選嘅主題啦，11位嘅設計師咧同主持之一嘅馮盈盈啊，齊就會坐喺一個觀察室裏面啦，親自睇下啦，話呢一班嘅星級模特兒同埋上屆嘅3甲設計師組成嘅評審團點樣睇自己嘅作品啊，自己精心擺設嘅攤檔啦，咁啊點樣評頭品足啊？嗱，期間咧有啲人嘅評語咧，相對地咧係比較刻薄少少嘅。期間咧有啲設計師咧都幾大反應嘅，就話：哇，點解我哋要 fit into 個 square 啊？呢一個就係我最討厭嘅講法。佢講晒啦，激動嘅程度咧，搞到隔離嘅馮盈盈咧都有少少嚇一嚇嘅。咁預咗嘅，即係設計師嘛，設計師當然咧係好有性格，亦都好唔中意人哋咧批評自己作品嘅。呢一樣咧係可以理解嘅。OK， 咁啊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啦嚇，咁啊有啲火藥味啦。咁但係11位嘅評審咧揀衫嘅時候啊，都有唔少搞笑啊同埋開心嘅時刻嘅。頭號嘅搞笑人物咧，竟然落咗喺 Hugo 身上喎。咁啊試完咧 Hugo 咧不單止咧即係近乎每一件衫咧都好似好大反應，就話：哇！如果我女朋友着嘅話，就會點咧。嗱，除咗睇到佢嘅戀愛腦之外咧，亦都可以睇到，原來 Hugo 都幾保守嘅喎。例如啊，葉正儀攞住一件咧係自己心水嘅馬甲啦，唔知點襯嘅時候咧 Hugo 莫名其妙彈咗一句就話咧：對於我嚟講咧衝擊太大啦。咁啊佢嘅老友潘正文咧聽到之後咧都搞笑串佢話：哇，即係你女朋友咧平時係着樽領㗎嘛？咁啊搞到全場咧係笑晒嘅。之但係保守嘅咧又唔止 Hugo 一個喎，連莊子璇原來都幾保守㗎。試完就話咧佢睇到唔少嘅參賽嘅作品啦嚇，都係採用一啲透視嘅設計嘅。咁啊佢見到咧話每一件嘅時候咧都好關心係咪可以打底嘅咧？咁啊亦都好緊張就話：哇，呢個位係咪要遮佢啊？咁啊由於咧佢嘅打底情意結咧係太過強烈啦，搞到森美咧都好肉緊咁樣問佢就話：喂，各位女士，點解你哋覺得咧呢一啲衫入面係唔可以着嘢嘅咧？咁啊你哋平時係咪都係咁噶啦？咁啊而阿梁海晴咧咁啊意外地曝光咗咧係一個顯秀嘅情意結。咁每一位嘅藝人咧都有各自自己嘅堅持啦，同埋搞笑位，到時睇下就知噶啦。嗱，雖然啦8位星級模特兒咧就要等到下一集先至知道到底自己配對到邊一位設計師啊，但係莊子璇同埋何廣沛咧喺呢一個首輪淘汰場地裏面咧就已經等唔切啦，要做呢個人肉衣架。其中何廣沛咧就攞咗一件係粉紅晚裝裙做 model 啊，咁啊背後原因咧，原來都幾有玄機嘅喎。佢話咧有風水師同佢講，佢今年咧係襯粉紅色嘅，咁啊想睇多啲嘅話咧，今晚呢個8點鐘咧翡翠台就可以有㗎啦，《剪裁魔法師》第2季。